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30，弥迦书7章19节安尼讲：你会搁一遍任命阮，将阮的罪踏伫骹底，将一切的罪过迄落深海。三个来祈祷，要搁任命阮，将阮的罪踏伫骹底，将罪过迄落深海的天边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至大的全能上帝，你是至善至疼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我们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我们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！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，你的诚实到穹苍，你的阳光遍满伫全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记得你赦罪的恩典，互阮通无搁受罪的辖制，通活伫你赦罪所带来的自由甲喜乐的中间。主啊，我们一生跟对你，伫你的人民中精神活命。主啊，你会搁一遍任命阮，将阮的罪踏伫骹底，将一切罪过迄落深海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